回去好好想了想，我觉得，要不你来试试，放弃提高滑频，改为延长滑臂动作。看，滑臂之下腹，加速推水，直到腰部出水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滑臂的路径更长，单次滑臂的效率更高，这样正好可以弥补你提高滑频所带来的平衡感缺失。要不，咱们试试？行，我试试。梁教练，我找到感觉了。我看着你好像也回到原来的状态当中去了。我在水底下虽然不知道时间，但我明显感觉到比之前快多了。从这个数字上面也体现出你比原来快多了。恭喜你！谢谢梁教练。这个建议啊，还是周瑜启发我的。周瑜。Hey, Q 慢。我也就是给他提了一个小小建议，怎么样？不一样了吧？那我还得谢谢你呗。甭客气啊，咱俩谁跟谁呀，是吧？哎，我在训练。好的。老弟找我有事儿，我过去一下，帮我盯着点儿。主要还是要好好的多加练习，找到方式方法。行了行了啊，都别站着聊天了，活动一下，下水训练。今天表现不错啊。行了，最近你的训练强度也够了，今天就练到这里吧。换了衣服回去好好休息啊。其实还好，我还可以再练一会儿。什么事情不能操之过急，欲速则不达，啊！那你过来，我给你说几句话。好。那动作再慢一点啊。我觉得啊，高峰进步那么大，我们也能做到。你别光说不练，兄弟，走了。
我热个身，马上。晨光里回廊上寂静的赛场，寻找前进的方向。灯闪亮，抬头望，有一种力量，守住过往，越过阻挡。也曾经害怕，却从未退让。骄傲和荣耀，激荡着我拼抢。热血喷张的我，站在荒芜中，默默地等待着，眼神笃定。走吧，休息去吧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高峰自从纠正了姿势之后，好多了。今天真的挺累的。半脑袋人阳怪气吗？啊！怎么了？哎！别吵！大家都一个队的，吵什么呀？要不是你们组高峰不争气，我们梁教练至于私下花时间教他吗？不，好好说。对，什么语气啊？我们高峰怎么了啊？不是，高峰现在在瓶颈期，梁教练帮他也是情有可原。哎，我说周宇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你还是不是兄弟了？不是我没有往外拐，我的意思是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停！别打！气氛好点。别打了！哎，好了！哎，这。住手！别打！住手！干什么呢？住手！别打！住手！有出息了你们！校园里打架是不是？有劲没处使了？啊？训练任务轻吗？周宇，胳膊受伤了吧？我没事。冰冰，你赶紧带他去医务室看看，有什么伤赶紧处理一下。走。别跟高峰说。去吧。说了吧，为什么打架呀？不用问了，都是你不按规矩惹的祸。医生，我朋友手臂擦伤了，您看怎么处理一下？擦伤啊，我现在没空，桌子上有碘酒啊，你去擦一下啊。我来啊。很简单的，你拿棉签在那个伤口上擦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好的，怎么跟人打架呀？我才没打架呢，是他们先动的手。忍着点。刚才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知道你出手是因为。周云，我找梁教练指导，
你对我有意见是吧？不是，你想的挺多啊。这事儿呢，关关跟我说过，我也没意见，他也愿意。我希望我们都能说出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单纯提高我的成绩，这难道有错吗？没错，你是没错，错就错在那些打架惹事儿的人。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？这就是我说的后果，你之前考虑过吗？那你说，古教练的方法不适合我，梁教练的方法更适合我，我要怎么做，我才能让大家都舒服？你想让梁教练教你，费了不少心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费了不少心？装不懂。好，梁教练一开始拒绝你，对吧？后来没有办法，三番两次的偷偷帮你，但是这是不被允许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逼他呢？还要冰冰出面帮你讲话，你可真闲。我明白了，说到底就是因为冰冰帮我，你看不下去了呗。周云，你喜欢他你直说呀，你跟我在这过不去算什么？这事儿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但是规矩就是规矩。我现在去国家队找你老爸帮我训练，你觉得这事儿可行吗？周云，你说话别太过分。我压根儿不想说话，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们不想跟你一起训练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想跟你们一起训练。我怎么看你今天好像有心事呢？啊，没有，就是跟高峰吵了架。他想换教练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。他是不是就想多学一些东西啊？再说了，谁不想要好的教练？问题是，他那个教练已经很好了，而且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被允许的。你俩不会打架架了吧？没有。我知道你从小就跟高峰一起玩，你很在乎他的。但是，我觉得你也不要太生气了。他可能就想提高成绩，并没有想太多。我们就多理解他一下嘛，好吧？行了，你们大家都别自责了。高峰这事情是我做错了，我保证没下次了啊！教练是我们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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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都回去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都回去。回去好好休息啊！谢谢教练。老梁，领队找你。
说说吧，什么情况啊？我这一不在，捅这么大娄子。这意外，纯属意外。你怎么那么多意外啊？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违规叫高峰这事儿，上面已经知道了。行，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回家。梁晓光，你以为你走了就不用负责任是吧？在大会上做个检讨吧，这事儿就算告一段落。哎，好，下不为例。哎，不为例，不为例。铭记组织教导，回去了深刻反省。写梁晓光的话能信，某族都能上诉。啊？什么？老郭，你说什么？你要上诉？行了，你们俩出去上树去，成吗？我还有忙呢。哎，门口那棵大树正好够你上树的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冰冰啊，怎么样？周瑜他没事吧？就皮外伤而已。那个，我没想到这事儿对你影响这么大。嗨，哪有什么影响啊？不就是写份检查，交上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还没你小时候跟同桌的男孩打架，人家磕破门牙来的严重呢。可是感觉队员们对你意见挺大的。我什么时候受人待见过？放心吧，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。这帮孩子，小打小闹那些玩意儿，过不了多久就好了。等他们感受到了劳苦的残酷，很快就会念叨我的好了。那这事儿谢了。哎，我女儿拜托我的事情，我这当爸爸的。哎，那个当然，高峰他自己也是很大原因啊。教练，对不起啊，之前因为我太着急提高我的成绩了，所以提出让梁教练指导我这样不合理的要求，还对您态度不好，真的是太不应该了，真的对不起。高峰，一心想提高自己是好事儿，但太急于求成反而会适得其反。您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。高峰，我一直认为你是所有运动员中最有潜力的，但是想要成为一名顶级运动员，眼里不能只有自己，教练往往比你看得更清楚。是。其实还有一件事儿，想跟您坦白。其实这次我提高成绩，我知道你偷偷用了梁晓光的方法进行训练，我也知道他一定会越界的。我俩20多年的朋友，我还不知道他吗？但是你要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是，教练。训练去吧。好的。快跑！次数够了，好吧，我会给领导看一看的。哎，好，好好表现啊！哎，我一定好好表现啊，戴罪立功。行了，那咱们说下一个事儿。有关于接力赛的人选问题，你们怎么看呀？好，哎，这个事儿，我先说说我的意见啊。现在他们4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他们各自的优势不一样。吴昊发挥稳定，胡景天他的兼容性比较强，所以我觉得把这2个人
放在第2棒和第3棒是最好的。现在最大的分歧就在周瑜和高峰，对吧？高峰是兼顾了爆发力和耐力，但是周瑜的爆发力更强。我认为应该把周瑜放在最后一棒。我不同意。高峰应该是最后一棒，为什么呢？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，高峰明显快于周瑜，比赛不比平时测试，要打有把握的仗。哎，老谷，你这个话就太有失公正了。高峰他现在的状态哎，是你们俩不吵架不会交流是不是？坐一说。哎呀，你坐。多大个人了，还抢？哎，真是仇人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吧，我是这么看。周瑜呢，经过高强度的训练之后，确实进步很大。是啊，速度提上来了。但是目前看，还是高峰的速度更快一些。而接力赛你们都知道，速度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赞成高峰有最后一棒。哎，就是嘛。但是我说了也不算，我的意见只供各位参考。另外呢，之前领导一直有一个想法，通过近期啊2个队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领导准备把这件事情提到日程上来。什么事？未来的训练，2个组会经常合并训练。在冠军赛之前会选出一个主教练。至于接力赛的出场顺序，谁是主教练，谁说了算。集合了。这是春季锦标赛结束之后的第1次合训，大家的状态都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。下面我来公布一下子好消息。不又要内部测试了吧？别贫，好好听着。这是4乘100米接力队的人员名单。我希望你们都调整好心态，应对每一次进步和退步。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，进入国家队，就要适应这种残酷的竞争制度。下面我来公布名单。第1棒高峰，第2棒吴昊，第3棒吴景天，第4棒周瑜。好了，这是根据最近的一次比赛成绩和上一次内部测试的综合评判结果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报告。我不参加。报告，我也不参加。
当着你们的教练面说说吧，什么理由？我想专注自己的单人比赛。你呢？没有理由，就是不想去。怎么样？这理由满意吗？高峰，周宇，教练不满意，重新说。我现在还没有实力能够让我的单人比赛稳稳夺冠，所以我想把我更多的精力放在我的单人赛上。我不愿意。哎，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啊？那时的我们都满怀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怀，总觉得个人成绩才是最重要的。团队合作也会消耗大量的训练时间。你怎么回事你？编还不会编一个？我没有团队精神，比起集体项目，我更在乎单项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这是没有责任心，没有担当，啊？领队，是这样吧？啊？你说喊什么喊？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不想来就滚蛋！哎，周一，你给我站原地，好好反省啊，别走啊！哎，周一，这帮孩子，你，哎，行，老郭啊，你也消消气儿，别发这么大火，是吧？你跟那帮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啊，你看人家高峰多听话，多乖一孩子，你发这么大火，吓得不轻啊！你把我们家周宇也给吓着了。你就别扯了，你和你的周瑜没来之前，我的高峰挺好的。哎，老郭，不是，你把这话说明白点，什么意思你？啊？哎呀，行了，行，你说清楚点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话？你说你们俩也真行，也跟孩子似的，是吧？看不出来吗？俩人还不是因为你们？你们在这儿还得掰扯，就算是我们强制性的让他们参加，也会适得其反。所以你们得做做工作，想一想怎么解开他们的心结，对吧？发脾气有什么用？怎么去做做孩子们的思想工作？我看这高峰最近状态太差了，怎么有怎么不对。哎，你说这周瑜和高峰怎么回事啊？好多那接力赛有他们名额还不去。我估计是闹矛盾了吧。亮哥，你看这不是大好的机会吗？他俩就那样，我代替他俩的位置啊，轻轻松松。你行，那你上吧。走。高峰，你是我们泳队的种子选手，接力队你要是不参加，会影响整个泳队的成绩。你不能这么自私啊！我考虑一下。教练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去吧。参加接力赛呢，是一次很好的尝试。你之前没去过，应该去好好体验一下啊！不能因为你私人的情绪，说不去就不去。这训练比赛不能这么任性的，对吧？不去。哎，周瑜，这样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。只要我能办得到，我就去帮你办啊！但这次接力赛你得去啊！不去。哎，你怎么？咦？哎，你给我等，这教练命令。我考虑一下。你这，还搞不定你啊！顾教练。高峰跟周瑜已经退出了接力赛，我想，我是最有资格代替他们去参加接力赛的。你的实力确实可以，
教练组会考虑的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你先回去吧。谢谢顾教练。呀，你放慢一点，没看完呢。哎，你看，直接打趴下，带走。对。慢点。哎，差不多我都看。你觉不觉得咱们宿舍气压有点低啊？我都感觉有点冷。就这点人，气压能不低吗？要不咱们帮帮他们？帮帮他们，想个办法。哎，你觉得聚个餐？哇，就是这把，就是这把，香无敌。来，注意，吃啊，高峰。来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，赶紧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喜欢吃。偶尔一次啊。你的，你的。哎呦，舒服。注意着点儿，别吐的到处都是。好。哎，我们那个呗，走一个呗。好。走一个。来，走一个。这个为我们宿舍团结干杯！以后我们都得团结。走一个。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完了。哎呦！刚吃上的。干什么呀你们？哎，大爷给个机会呗！大爷别在这了，大爷给个机会呗！大爷，听，再给个机会呗！怪我，我的问题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咱们得先发制人，就提前把检讨写好。我觉得指不定教练能原谅我们，你们觉得？谁来写？大家都吃了，都写呗。一起写吧。走，回去。走。老高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当然是关于高峰的。是这样，喂，郝领队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讲。我们今天犯了一个大错，是因为我想给大家做一顿好吃的。咋写啊？就我这么写。哎，别写了。啊？为啥？我跟领导说了，领导说下不为例。有这种好事儿啊！哇，浩哥你牛啊！那我不写了。而且还有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给我们4个人明天请了1天假，
请1天假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得跟我去个地方。啊？峰哥，你出来玩就得开心点，要不然出来干嘛呀？不是没意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输了，下次再不陪你们闹。那浩哥花了400块钱，我不出来玩，那不是白花这钱了吗？哎呀，这点钱算什么？玩得开心就行。周瑜，周瑜，干嘛呢？过来。这里是你们的装备，我们进行的是分组对抗 ，A 组已经就位，你们是 B 组。游戏规则呢很简单，半小时内队员存活最多的队伍获得胜利啊。如果游戏过程中遇到什么意外，可以用对讲机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入口呢是在这边，你们准备好了可以过去找我啊。祝你们好运，谢谢。好，听到没？马上要开始了。红哥、周瑜，你们要互相讨厌，那你们进去互相 battle 啊，这是有队友伤害的。自相残杀。哎，对我干嘛呀？走了走了，不理他们，我们先走。高峰，是我上次赢你，你对我有很大意见。你想太多了。上次只是一个意外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不足以赢我们。输了就是输了，哪来那么多借口？我既然能赢你1次，我就能赢你第2次、第3次。换教练的事我已经道过歉了，你非绕到比赛上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我这叫自信，这也叫自负。周瑜、高峰，等等来了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他们是防守方，已经隐蔽好了。你们还有1分钟准备时间，开始准备吧。1分钟？我觉得我们得有战术，他们比我们先来，肯定已经埋伏好了。这样，你们2个去走路，我跟景天去右路。你们俩加油啊，必须赢！我被发现了，你先绕到侧面去，埋伏好。他掩护。好。峰哥、周瑜，掩护一下。5号胡景天out。浩哥，我说你玩了这么多次，你人都没看到。我的，加油啊！你俩加油啊！必须赢！
周瑜、高峰，你们投降吧！王继飞，要害怕你就撤。要撤你撤，那就一起上。好。杨彬彬，out。冰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无可奉告。高峰，没想到你也搞背后偷袭啊！哎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去后面看看。护理？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们挺厉害呀！啊，以为就我们俩呀？对啊，想得美！还有你们要对付的呢，等着瞧吧。别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现在比赛快结束了，我们现在人数占优势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会赢的。不行，只要把他真正的打败了，才算赢。你同意吗？嗯，我同意。我去当诱饵。我去。石头，石头，石头剪刀布。王继飞 ，out。高峰，虽然这次的对决是你们赢了，不过你只是靠周瑜罢了。我希望我们下次的对决，你能够单独赢我。哎呀，可以呀，获胜了，开心吗？明白怎么回事吗？不太明白。看来只能说明白了。是吴昊出卖的你们啊？他告诉我你们俩有矛盾。你出卖我们？我看你俩不玩的挺开心的吗？不仅如此，这还有内应呢。冰冰是我的内应，
他告诉了我你们的具体行踪。还有顾里，如果没有顾里，王继飞也不会来。所以顾里，谢谢你了，还有点腼腆的啊。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领队，我们还有更强的对手。团结就是胜利。在比赛中，你们就是战士，不团结的战士是不会获胜的。所以，能不能团结？能。在未来的比赛中，能不能漂亮的给我打一场胜仗？能。在了。顾里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谢我啊？刚才领队不都说了吗？是因为你王继飞才来的。我觉得今天对我的改变挺大的。那下次我专门采访你的时候，要好好配合我。没问题啊。可是你为什么对我的专访那么上心啊？因为我看好你啊，冠军。却已不再是少年。进来。顾教练，那个接力赛的事情，你们决定好了吗？这个，进来。顾教练，教练，我们俩想练一下接力默契。哎，你们两个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是吗？其实我们下不为例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去吧。谢教练。顾教练，那我……沈亮，既然他们两个想回来了，那只能等下次机会了，好吗？好吧。哎，老谷，回了。啊。哎呀，我去买点东西，晚上加个餐吧。你的衣服都落在我那儿了。哟，你是专程邀请我呀，还是顺便带着我呀？专门给你买的，2人份啊。哎，那2个刺儿头，你规矩得挺老实啊，这么听话了现在。老谷，你真是高看我了。他俩自己和好的，我啥事儿也没做，啊。我赶紧回去把东西放了，一会儿见吧。行了。季飞，这次我们和浙江省队的友谊赛，我们接力队的排序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教练，我认为我们整体上不用太担心，毕竟我们的实力还是在他们之上的。如果说需要提防一下的，
我认为应该只有周瑜和高峰。我估计他俩会被排在第1棒和最后1棒。大家都知道，游泳接力赛1靠默契，2靠战略。也就是说，运动员之间的排列顺序，一般来说，游得最快的是最后1棒，第2快的是第1棒，后面依次是第2棒、第3棒。我们目前根据你们最新的比赛成绩，排列了一个顺序。第1棒，高峰；第2棒，吴昊；第3棒，胡景天；最后1棒，周瑜。高峰我不意外，周瑜嘛，你挺看好他的。我对周瑜很感兴趣。如果在未来挑选一位对手，我会选他。你觉得他会超越你？不得不承认，存在这种风险。毕竟他可是周全的儿子。不过这个也不是最终的排列顺序，还要参考你们最近的训练成果来看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我们接力队是个选拔制的，人选永远是在流动，所以你们每个人必须要明白一点，你们每一次的重大比赛成绩，都会影响到你们最终是否还有资格留在我们接力队。邻省的刘海波教练上次比赛的时候，你们都见过。虽然他连拿了7年的接力赛冠军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运动员完全具备这个实力与他抗衡，甚至战胜他们。我们跟邻省的友谊赛就定在了1个月以后，大家都知道了吧？我希望在这1个月时间里，大家抓紧时间训练，拿出最佳状态，让他们看看你们真正的实力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一个个无精打采的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啊，好嘞，知道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督促他们。哎，好的，你找我吧。这是新下来的通知，说是为了增强运动员的文化水平，从这一次的期末考试开始，无论是哪个学院，无论是哪个队员，只要有1科文化课不及格，就不能代表省队参加全国性的比赛。啊？哟，这下可真完蛋了。那咱队里好多队员成绩够呛啊。努力吧。现在知道急了，之前还说我小题大做。谁会想到是这个情况啊？啊？马后炮。离期末考试还有一段时间呢，赶紧督促一下。走吧，转达一下文件精神。你们都多督促督促啊。小学文化，较劲。哎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？高峰他们呢？哦，他们在泳池训练了，他们让我看看教练今天有啥事。哎，不会吧？我前面好像看他们回宿舍了。啊？看到。回宿舍？对呀。骗我！干嘛去？我回去，坐着。召集你们开会是来说一下期末考试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对文化课都不上心，今天来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们，文化课谁要给我落下，考试要是不及格，游泳训练的时候别跟我哭爹喊娘的求我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过会儿大家回去了，给没来的队员都相互通知一下啊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解散。哎，咋现在文化课不及格还让你训练呢？训练还有这种。其实没必要对文化课这么上心吧？啊？
这都是些体育生，对吧？文化课也不是他们的强项。即便是体育生，文化课也不能落下。难道他们还能做一辈子运动员啊？别人不论，先说你，退役以后你还能干嘛啊？还能让这帮孩子跟你似的？哎，我也没说不同意管呢，是吧？你看，我女儿冰冰都在这个学校当英语老师了。哎，老郭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你现在怎么动不动就对我人身攻击呢？啊，跟我一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在夸你，我说你这是孩子们的楷模，能当教练多好啊！少我来一套，必须得做好。你给我说清楚，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的意思我就混得很差呗？啊，你说清楚，说清楚。9月的西湖，晨曦如歌如诉，一如揭开序幕，将每一条波纹细数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起舞。9月的西湖，晚霞如诗如赋，一如生命回顾，用每一条波纹记录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讲述。青春不负，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。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他们总是旷课迟到，出勤率也不达标。对啊，王老师说的对，他们上课除了有这些情况以外，还经常打呼睡觉，影响其他同学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教练呀，你们有空也得多说说他们，他们听你们这些教练的。这些孩子以后走上社会，文化素养也很重要啊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帮我们说说。我对啊，你得教练，管管。说一下。好，对啊，虽然咱们是体校，体育训练优于文化课，但文化课如果跟不上去，游泳再好也没用啊。他们根本不可能凭这样的成绩进国家队。现在去哪儿都是要看文化课门槛儿，体育生也不例外啊。上面强调很多次了。行，你们说的事儿呢，我都了解了啊。等下我会跟这些队员们好好交流交流的。你们也辛苦了，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吧？这帮学生真得你们出面才压得住。哎，经常自习课出去打球，叫都叫不回来。是啊，梁教练，他们作业也不写，你这样下去，我真不知道怎么交代了。也都想想办法，你们招数多啊。在迷茫中转圈圈，重复一天又一天，明天依然遥远。在茫茫的人世间，重复一年又一年，我却已不再是少年。别在每天早晨输给昨天的疲倦，别在每个午夜感慨匆匆的流年，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慵懒的昨天，别把每个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。向着前方那盏明亮不灭着的灯塔，陪伴我们向着梦想出发。蓬勃的力量已在我们心中发芽，它开出的花，对青春最好的回答。用爱的力量去奔赴前方，心之所向，没什么能够阻挡。要不负勇往，
在场上绽放我们光芒，无所畏惧，我们乘风破浪。勇往直前，永远向着终点，拼尽所有的力量，也要把梦想点燃。勇往直前，我们年复一年，哪怕前路有再多的艰险，我们的热爱不会退减。向着前方那盏始终明亮着的灯塔，此刻我们就要向着梦想出发。蓬勃的力量已经发芽，它就要开出最耀眼的花，是我最好的回答。勇往直前，把光荣重现，只因青春有你成全我们这独特的绚烂。勇往直前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就算在时过境迁，百年回望，也不会留有遗